专家有智慧，保证游戏愈来愈好耍哦。请问囡仔是华语内底小朋友的意思吼？啊，请问咱会用倒一个词来形容华语内底的孩子气？对对对对，囡仔人啦，囡仔人嘞，阮家是囡仔，对对对对OK， 答案就是 C， 囡仔性，囡仔性，对，囡仔性。确定。甲你讲比啊，你那要哪行啦？就歹咧哦。我今日家十个人就歹咧。看你家真正係公公啊！你起碼少年人吼，讲话方式交流啦，交流的方式啦，是好 C 囡仔性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囡仔性对唔对？是啊，那因为叫草屯囡仔，对啦，是唔是好分数？是恭喜得到2000块咯。来，咱请老师来给咱解释一下。哎，咱今仔来宾吼拢做囡仔性的，所以，哎，这个答案就是正确的。是囡仔性。老师当时用到囡仔兄，囡仔兄就是咧叫囡仔的事啦。哦，哦，咱称呼囡仔，若查甫的讲囡仔兄，啊若查某的讲囡仔姊。哦。